多謝各位蒞臨由香港理工大學榮休校長潘宗光教授大紫荊分言 GBS JP 主講嘅我認識的金剛經講座。我係陳思宇，就讀理大旅遊管理課程嘅3年級學生。潘宗光教授畢業於香港大學，獲倫敦大學博士及高級科學博士學位，曾經喺加州理工學院、南加州大學及多倫多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。潘教授投身教育40載，喺2009年榮休之前，擔任香港理工學院及香港理工大學校長18年，帶領學院喺1994年取得大學地位，正名為香港理工大學。潘教授退休後全力從事個人修行、弘揚佛法及慈善事業。今日嘅講座主要分為3個部分。講座期間，香港理工大學佛學會會員鍾間之女士會誦讀經文段落，以配合講解。現在請潘宗光教授到台上為大家主講。潘教授有請。《金剛經》呢，好多人聽過，亦都佛教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經典。過往呢，有位六位法師翻譯過嘅，而我哋用嗰本呢，就康樂士嘅法師。原本經文呢係冇分段、冇標點符號嘅。梁武帝個仔超明太子咧，佢分為32分段，分得非常好，亦都每一段咧有個標題嘅。當然亦有其他嘅法師不同嘅分段啦，我就唔再多講啦。我呢本書亦都將經分為32分段，但我係另立標題嘅。嗱，今日講座咧主要分為4點，因為《金剛經》咧真係唔容易明。咁首先咧，將經文核心思想攞出嚟先，大家明白經文核心講乜嘢咧咁。然後簡單解釋經文，因為經文咧有5000字咧，要逐句解就冇可能，亦都冇咁需要。我將每一分段抽啲最重要思想出嚟咧，分享下。講完之後啦，咁當然學佛可唔可以幫助我哋改善我哋生活咧？咁所以生活應用嗰方面對我嚟講咧係非常重要嘅，因為經文唔係淨係幫法師修行成佛，更重要幫助大家生活得更加美滿、更加好。我就分享一啲生活嘅應用。仲有《金剛經》呢本經咧，真係唔容易明。我初睇嗰陣時候咧，發好多疑慮、好多疑點，點解咁？點解咁咧？咁而家明白之後咧，分享下呢啲特別嘅疑點嘅。核心思想，我分咗4個層面解釋下。《金剛經》全名叫做《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。般若2個字咧，喺廣東話睇嚟叫做般若，但讀般若嘅，讀般若。般若代表乜嘢咧？代表無上嘅智慧，非常非常高嘅智慧。好似金剛咁銳利、咁堅硬，能夠摧破一切嘅煩惱，幫助大家到達一個解脫嘅彼岸。所以波羅蜜呢3個字咧，係代表得到解脫，去到一個非常殊勝嘅地方。所以到往解脫彼岸咧，係波羅蜜嘅翻譯。而般若咧，非常高嘅智慧，唔係我哋普通嘅智慧，佢能洞察一切萬事萬物個本來嘅本性係點樣嘅。既然係咁高深嘅時候咧，係唔能夠用語言文字表達出嚟，因為我哋嘅語文、文字等等係有局限。如果用文字表達出嚟咧，係有偏差嘅。所以睇《金剛經》咧，一定要用個心嚟體會佢，能夠跳出文字嘅框架思考，先能夠明白經文講乜嘢。所以唔係容易明白。其實般若係乜嘢咧？般若簡單講叫做智慧。但係呢個智慧唔係我哋普通人間嘅智慧，唔係話商業嘅智慧啊、傳統智慧啊、聰明啊、才智啊、技巧才幹，唔係呢啲嘢。般若係話，當我修行到好高境界嘅時候，好似佛菩薩啦，佢能夠體會到成個生命嘅本質係點樣嘅，明白成個人生嘅真相嘅動力。所以冇話只用文字表達出嚟，要慢慢思考、慢慢體會。
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比喻。譬如話，我哋想大家睇到個月亮，你點叫佢睇咧？月亮喺嗰度啊！咁用個手指，大家手指向住個方向睇就睇呢個月亮啦。所以手指係一個方便，好似般若經文一個方便。睇個手指嘅時候，睇經文嘅時候咧，思下佢想表達乜嘢咧？咁原來佢想我睇個月亮咁。咁所以經文可以用指住月亮嘅手指咧，代表一個經文。希望我哋透過手指向住睇到乜嘢，咁透過經文咧思考，能夠睇到人生嘅真諦。嗱，我哋講最將成佛啦。其實咩叫佛咧？咁其實佛咧係從三個角度體會佢嘅佛。三個角度，第一個角度就話佛係一個普通人，佢透過修行漫長嘅生命歷程裏邊咧，將過往嘅陋習慢慢剷除晒啦。每次又做好多功德，所以累積好多福報嘅。一般習俗所謂相由心生，當你福報多嘅時候咧，你嘅樣貌都會改變，非常殊勝嘅。喺印度咧，當時話最殊勝嘅樣貌咧，有32種特殊嘅象徵。一個人有32個特殊象徵，叫做32大人相。咁呢個修行成功之後咧，變咗佛啦。佢非常圓滿，有32相嘅。同時咧，因為佢係透過修行成佛有個開始，但係成佛之後咧唔會再消失，所以係有始無終嘅。我哋俾個名佢就盧舍那佛，睇出嚟。但係佛係咩作用咧？第一，佢咧有內心非常高嘅智慧，內心唔會俾任何嘢干擾到佢嘅。我叫呢個內心世界咧叫做佛性，或者叫法身佛。法身佛或者叫佛性。每個人嘅佛有佛性，佛嘅佛性同我哋一樣係法身佛。嗰啲佛性係點樣？佛性佢係非常寧靜，唔會俾任何外表干擾到，唔會睇見開心嘅嘢就開心，唔開心就開心，完全唔會有任何激動。佢智慧非常高，擁有般若嘅智慧，同時咧由開始到而家係不停存在，唔會消失嘅。我俾個名佢叫做毗盧遮那佛。每個佛有佢透過修行圓滿嘅佛嘅身體，叫做報身佛，報亦得翻嚟嘅。佢內涵咧就係一個佛性，叫做法身佛。咁一個佛有冇用咧？佢最重要就話佛非常慈悲，佢感覺到世間有啲咩問題，佢就會隨緣出嚟幫助眾生解決問題。好似我哋認識個釋迦牟尼佛啦，佢本來係佛，但係見到世間咁苦惱咧，佢再投胎喺呢個世間，經過出世、成長、學習、修行，變成佛。然後出份佛之後咧，教導我哋點樣做人，明白道理，幫助每個人修行。呢個咁係一種應用品，係叫做化身化影嘅身體嚟幫助我哋。所以佛有三個特性：第一，佢透過修行有非常殊勝外貌，叫做報身佛；佢內心咧係有佛性，叫做法身佛；佢出嚟幫助眾生解決問題嘅嗰個形象叫做化身佛。所以佛有三個情況體會佢。佛嘅內心世界，或者叫佛性啦，或者叫真如本性，佢本性係真實係咁樣嘅。有好多個名俾佢，有啲叫實相，有啲叫做如來，如來係佛嘅另外代表啦，或者叫法身，或者叫佛性，或者大身，都係不同名稱咧，代表佛最高層次嘅內心嗰個境界，佢本性係咁樣嘅。佢能夠認識宇宙間人一切嘅真相，能夠內心咧達到一種所謂，如果大家對金剛認識嘅話咧，係講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意思係咩咧？我哋凡人咧，永遠有兩邊對立，有凡咧，有高有矮，有肥有瘦，有錢冇錢，永遠對立嘅。一當到對立嘅時候咧，自然分開一種互相對立嘅感覺啦，係要煩惱嘅。佛嘅境界已經冇晒兩邊分落，完全係清淨無為，冇話高矮或者有
乾淨唔乾淨，完全冇，係一個好完美嘅整體嚟嘅，係清淨無染嘅。呢個就佛性。換句話嚟講咧，佢本身內心唔會被任何嘢干擾到，不動，唔會話好嘅嘢影響佢，唔好嘅影響佢，完全唔會被影響，永遠係好寧靜，好似成個虛空同佢冇分別，成個虛空冇分別，好清淨自在，無處不在。佢嘅佛性有非常大嘅能量，全個空間佢都存在。喺《華嚴經》講過話，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。嗱，呢個緊要，佢就話佛教相信每個人，你哋每一個咧都有佛性嘅，每個人都有如來本，每個人都有嘅。但係點解我哋係凡夫咧？就因為我哋過好多陋習、好多貪念、好多妄想，呢啲咁嘅習俗被外間嘅干擾咧，將個佛性冚住，唔能夠顯露出嚟。而佛咧透過修行，能夠剷除晒一啲咁嘅干擾，冇晒污染，冇晒貪念，冇晒憎恨心，佢一非常清淨，個佛性就展露出嚟啦。所以佛同我哋冇分別，係佢只係透過修行，能夠從凡夫角度剷除一切嘅干擾，揾翻自己內心本來具有嘅佛性，顯露翻出嚟，佢就佛。而我哋每個人咧都有佛性嘅，都有真如本性嘅，即係我哋過往累生累世嘅陋習影響到我哋，干擾到我哋，唔能夠將佛性顯露出嚟。我凡夫，所以佛教我哋咧，每一個人只要跟住佛法嚟修行咧，最終你都能夠拿走晒所有嘅干擾，變成佛。嗱，呢個就係積極性啦。所以每個人都係佛，係未來佛，唔係而家佛。我未來每個都係佛嘅，只要肯修行嘅話，一定會成佛。但係我哋眾生嘅心不停向外追逐好嘅嘢，追逐啦，忘記本性。佛就經過修行啦，能夠不被干擾。所以我哋同佛嘅差別就係呢點，大家同等有同一個佛性，同一個真如本性，內心完全一樣，只係因為我哋嘅外邊干擾我哋係不同嘅最終表達出嚟。透過修行咧，最終可以得到解脫嘅。嗱，例如我哋每個人都有同理心，例如好出名嘅孟子，個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每個人都有嘅。佢舉個例子，譬如見一個細路仔就跌落井啦，好自然去救佢嘅。佢救佢唔會因為任何原因，唔會因為呢個孩子細路仔係我嘅朋友嘅仔，亦都唔希望救佢啦，得人嘅讚賞。亦都唔因為救佢啦，因為唔救佢俾人鬧。完全唔係因為呢啲嘢，係發自內心好自然一種反應。呢個就係我哋每人嘅本性。所以你諗到啦，佛嘅本性咧就係呢啲嘢。呢個只係其中一小部分嘅啫。好多環節咧，佢都係好清淨自在，唔被外邊干擾。所以話孟子話：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你每個人都有惻隱之心嘅。好似最近今次呢個火災咁啦，你見幾多人啊捐幾多錢出嚟？就係惻隱之心，見到人受害，我搦個錢出嚟，好自然嘅，係一個人嘅內心個善良嘅本質係咁樣嘅。既然般若經咧，嗱，佛教咧講佛法咧喺不同層次嘅體會深度，而般若咧係講佛教最高嘅層次嘅智慧，係非常非常高，亦都唔容易明。所以般若經有兩本般若經。一本叫《心經》，一本叫做《金剛經》。呢兩本經非常非常流行，亦都非常高層次嘅經典，唔容易明嘅。因為佢係咁高層次，係咁嘅智慧，唔係我哋可以體會到嘅。所以我盡量希望明白，但係唔能夠完全明白。咁我希望將經文嘅特色講出嚟。嗱，經文特色就係話，因為般若咧係唔能用文字表達出嚟咯，一表達出嚟咧就有偏差。一個文字語言係有局限性嘅，但係如果個佛唔講部經出嚟咧，我根本唔知道。所以佛都要講，但係話明嗱，我講嘅嘢咧唔係未必係啱嘅。所以佢好聰明，用邊個方法講經咧？既然講唔出嚟啦，講就係錯啦，佢唔講，佢用譬喻，例如好咁講。更重要咧就係用啲所謂否定嘅方法。用個無字，用個不字，用個非字，非字，即係話唔係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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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乜都唔係，你自己諗下係乜嘢啦？因為講唔出嚟啊，你自己要慢慢思考。即係話俾你聽，唔係呢樣，唔係呢樣，唔係呢樣，
猛都唔係嘅，你自己諗下係乜嘢咯？係咁樣引導我哋思考呢個經文嘅。例如，比如喺《金剛經》裏邊咧，佛有一個比喻，譬如話：汝等比丘，如我說法，如佛語者，法上應捨，何況非法？冇理文字咧，佢意思就話佛法咧係幫我哋解脫，好似從呢度苦海呢個困擾嘅世界咧，經過呢個苦海去到解脫嗰個彼岸。咁我哋要好似撐一條船咁渡過苦海去到彼岸。咁所以呢個船或者當時叫木筏啦，就幫助我哋由呢度去到嗰度，好似佛法咁幫助我由呢度苦路去到解脫彼岸。即係話佛法有一條木筏咁幫助我哋渡過苦海。去到苦海之後咧，你唔好再揸住呢個木筏啦。佢幫你完成工作之後，佢就完成佢嘅使命。你唔好再理佢。哇！呢個木筏幫我渡過苦海，我要孭住佢走，唔捨得放低，咁唔得，要放低。幫你之後要放低佢。呢個比喻嗱，另外比喻就話，佢話人嘅煩惱妄想好多好多，不停咁多雜念妄想煩惱，多到不可勝數。佛就用一個微塵一個比喻，佢要將世界打碎晒，平咁多微塵，好多好多好多。個人嘅煩惱就好似啲世界邊樣微塵咁多，咁漂浮不定，唔掌握到嘅。我哋比喻人嘅煩惱、人嘅妄心非常非常多，係用比喻形式。嗱，佛陀用咗否定嘅語言表達出嚟，譬如《心經》正係讀過咧，話是故空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，最後就以無所得故。係個無字咧，唔係呢樣唔係呢樣，咁你自己諗下乜嘢啦？《金剛經》亦都用幾句出名，譬如話不住色布施，不，然後非。呢樣嘢非又非，係用啲不啊、非啊、非啊、無啊嚟講啲嘢出嚟，唔係呢樣，唔係嗰樣，不是這樣，不是非呢樣，非嗰樣，希望自己諗係乜嘢，因為講唔出嚟，要自己慢慢思考先得。呢個就係《金剛經》同《心經》嘅特色，因為佢係般若經，講唔到出嚟，係用否定形式表達出嚟。嗱，大家聽過佛教個空呢個字啦，空係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啦。但係空好難講出嚟，所以佛陀喺《金剛經》主要係教我哋咩叫空，咩叫空，教我哋咩叫空。但係完全冇用過空呢個字，佢用咩方法表達出嚟咧？用一個叫即非是名嘅模式，一種叫做辯證法嘅模式嘅。佢話所謂呢樣嘢，所謂 A， 其實唔係 A， 又叫做 A 呢個模式。點解咧？我試下解釋下。我用而家我用經文啦，用我嘅生活例子啦。我話所謂微波爐，即非微波爐，是名微波爐，就一個我用嘅例子啦。咩意思咧？咁你話呢個叫微波爐，所謂微波爐，但係呢個微波爐其實乜嘢嚟嘅咧？係一個箱，有啲電子零件啊等等嘅嘢。佢本身唔係微波爐，但係當佢喺某個環境底下通電，佢能夠產生加熱嘅功能。即係一個特定環境底下佢有功能嘅，但係普通環境底下佢冇咩特別功能，可當個箱子都得嘅。你將所有微波爐拎到冇電地區，根本唔係呢個作用。所以話呢個微波爐其實唔係一個永遠叫做微波爐嘅微波爐，但係佢有微波爐有起一個作用。呢微波爐喺特定環境底下咧能夠加熱，所以諗下咩叫微波爐咧？冇一樣嘢永遠叫微波爐。喺當你能夠起呢個作用嘅時候，佢先至叫微波爐嘅啫。所以唔好執着有微波爐或者冇微波爐，兩個都唔啱。有微波爐即係永遠係微波爐，冇微波爐就唔會有呢個功能。要唔好放棄，唔好執着有，唔好執着空，揾出個中間點。啊，原來喺某個環境底下咧，佢度起個作用，係有微波爐嘅作用嘅。但係好多時候咧，佢唔起呢個作用嘅，有咁嘅思想。叫做空有不二嘅思想，又唔係空，又唔係有，空有之間找咗個平衡點。經文用呢個説話好出名，佢就話：如來説32相，即係如來話佢講佛修行人咧到某個境界有32個非常殊勝嘅相狀嘅，咁講出嚟。但跟住即刻話啦，
即非30以上。你話30以上，其實係冇30以上嘅咁，即非30以上。但係示明30以上，但係佢又叫30以上喎。咁話有30以上呢樣嘢，但係呢樣嘢假嘅，唔係真係咁樣嘅。但係你唔好放棄佢，佢有佢作用嘅。所謂乜乜，即非乜乜，示明乜乜。所以話佛說有，即係好似白咁，話佢冇就黑咁。又唔好執就黑，又唔好就白，中間變個灰色地帶，兩個合埋之後變灰色。所以係佢有佢作用，但佢個名係虛假嘅，唔係永遠都係30以上嘅，係咁意思。呢個即非示明呢個方式咧，即係所謂乜乜即非乜乜示乜呢個模式咧，喺經文裏出現咗20幾次。每一樣嘢佢想表達咧，都用呢個方法表達。譬如話咩叫第一波羅蜜啊？咩叫微塵啊？咩叫世界啊？咩叫莊嚴佛土啊？咩叫實相啊？法相、諸相等等，佢都用呢個所謂一合相、即非一合相、示明一合相呢個模式表達出嚟。所以大家睇呢本經咧，經常碰到呢個咁嘅語句嘅。你明白就係唔好執著有呢樣嘢，又唔好執著冇呢樣嘢，將兩個融合睇嘅時候咧，先揾出佢真理。呢個就係金剛嘅表達嘅模式，亦都表達空嘅義理嘅。即係話開始講就話呢個現象係存在嘅。喺世界上一切現象存在都係因緣組合成就出嚟。其實呢樣嘢咧係存在，但係假嘅，唔係真實，成日變來變去係空嘅，係一個假名嚟嘅啫。但你話唔好話空就唔好理佢，但佢雖然空就起空嘅作用。只要唔好執實有，唔好執實空，將兩個融喺睇嘅時候咧，你就揾出佢嘅真實喺邊度。所以佢空有不二，將思又唔會有空，又唔係兩個分開兩個合而為一嘅，兩個合而為一。嗱，悲智雙運咩咁講咧？佛教咧係教我兩樣嘢，一方面咧透過修行提升自己嘅智慧，慢慢最後般若。第二樣咧有慈悲心幫人，盡量幫人，慈悲心幫人解決問題等等等等係最重要。所以慈悲咧係喺世間幫助人解決問題，係佢叫世間法，係佢有為嘅方法嚟嘅，係有生滅、有污穢、有錢冇錢，係相對對立。咁我哋人咧希望佛幫我哋咧提升我哋智慧，能夠譬如多賺啲錢，賺錢之後咧你先能夠布施嘅。你冇才能冇智慧，點樣能夠賺多啲錢咧？賺唔到多啲錢，你點樣幫人咧？咁講嚟講去咧，就話一方面提升我哋智慧，能夠做得更好嘅嘢；第二方面咧，有個慈悲心，幫助更多嘅人。所以係慈悲同埋智慧一齊成長嘅。咩叫智慧咧？最終嘅智慧就係般若啦，唔係凡間智慧。當你有般若智慧嘅時候咧，你就睇到一切事物本身嘅背後嘅真相係點樣。好似《心經》講係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因為可能已經有少亂啦，就話再窮都就話佛核心就話外表非常殊勝，透過修行累積好多功德，展現出嚟殊勝嘅相狀。大家最重要嘅內心個世界咧，就叫做真如本性，係非常清淨無染，唔會被任何污染，係唔會被任何影響佢嘅。但同時佢就以一種形態出嚟世間，幫助世間解決問題。所以係有本體佢嘅內心世界同埋幫人解決問題嗰個形象出嚟。佛有三身。嗱，我哋中意用呢個兩個説話咧，代表嗰個咩嘅佛性啦，叫不變隨緣同埋隨緣不變。呢兩個説話我覺得非常重要，就成本書就講呢樣嘢。我覺得咩叫隨緣咧？隨住佢因緣。嗱，佛本身佢係清淨自在，唔會被任何污染，好靜。但佢如果係咁嘅時候咧，同石頭有乜分別咧？佢就唔係，因為佢有一種好善良嘅心態。碰到任何問題嘅時候咧，佢隨呢個緣分就出翻嚟世間，幫助世間。因為佢已經離開世間，
等佢入翻世間，幫助眾生解決問題，所以隨緣嚟度化眾生，隨緣顯現出嚟咧，幫助眾生解決問題，所以係隨緣。但係一個本身不變隨出嚟，但係隨緣幫眾生解決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咪俾環境再污染翻佢？佢幫你之後咧，佢會執咗哇！我幫過你啊，幫你幾多啊？外邊讚賞我唔讚賞，佢完全係心不動過嘅。幫你嘅時間心仍然保持不動，所以佢隨緣咧個心不變。不變嘅心咧係隨緣度化眾生。度化眾生嘅時候咧，或者幫眾生解決問題嘅時候咧，佢都會不變改變佢嘅心嘅寧靜。所以不變就係隨緣幫眾生解決問題。幫眾生解決問題嘅時候咧，亦都唔會影響佢內心嘅寧靜境界。好似書裏面講，佢話任何菩薩咧都要滅度無量眾生，即係話想佛菩薩都要盡嘅能力幫助所有嘅眾生離苦得樂，幫助解決問題。呢個係好慈悲心嘅，但同時亦都話內心都覺得咧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唔覺得自己幫過任何人。我相信幫好多人，內心唔會執着我幫我邊個人，係好寧靜自在嘅。所以第一句就話，因為個心好寧靜，能夠滅度眾生，就係不變隨緣啦。但不變隨緣度生之後咧，個內心保持不變嘅。所以呢個就係佛嘅本性。你同我都有呢個本性，好似有個惻隱之心係有嘅。但係幫人之餘咧，你好似比較覺得我幫過你喎，個心好執着呢啲咁嘅幫人啊、外境讚賞你啊嗰種心態，你個心就變啦，就覺得被動啦。但佛就唔會。嗱，一個例子，譬如咩不變？好似我覺得媽媽愛仔女就係啦，媽媽愛仔女。你話媽媽愛仔女係咩天性嚟啊？係天性嚟嘅，父母親天性，係呢個天性係不變嘅。但不變底下咧，佢就會全心全意嚟幫個細路仔成長，幫佢解決問題。呢個就係內心不變嘅母愛咧，係隨緣幫個細路仔解決問題，就不變隨緣。但好多個細路仔唔聽話喎，又叛逆喎，令到佢好唔開心喎。但咁樣唔會影響佢愛仔女嘅心，愛仔嘅心係仍然不變。換句嚟講，呢個媽媽係有一個愛仔女嘅不變嘅心，佢隨時任何時間都幫個仔女解決問題，所以不變係隨緣幫細路解決問題。但解決問題嘅時候碰到好多困擾，好多嘢使唔聽話等等，但呢個唔會影響佢愛仔嘅心。所以隨緣之餘，佢不變嘅內心，內心愛仔女不變嘅心態係隨緣幫細路。我覺得呢個一個切實例子咧，大家可以掌握到媽媽係點樣嘅。媽媽愛我哋永恆不變，但係媽媽幫我哋解決問題嘅時候，亦隨地出嚟幫我哋解決問題。幫佢解決問題嘅時候咧，亦都唔會因為仔唔聽話啊唔成功而內心唔舒服。佢一樣咁愛世。每一個仔唔聽話，我就唔愛佢啦。唔會，媽媽愛仔永遠都係咁樣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例子，講咩叫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一個例子嚟。我講得快唔快一陣？快唔快？太唔太快 ？OK 係嘛？因為我自己好熟，好講得太快，有時驚住你未必吸收到。嗱，我哋話佛出嚟咧，幫眾生解決問題，用邊個方法幫眾生咧？就叫布施，幫你哋解決叫布施。其實有3種布施嘅，一個叫做財嘅布施。呢個財布施咧，用錢財或者物質幫對方解決問題。好多人係需要物質嘅幫助，需要錢嘅幫助，用錢或者幫助佢。好似而家呢個火災咁，係需要好多物質，需要錢嚟幫佢哋。大家捐錢，呢個係財施，俾錢出嚟幫助對方嘅財施。但係第一種叫無畏施，咩叫無畏施咧？有啲嘅煩惱唔係因為冇錢冇物質，而係精神嘅困擾啊！精神困擾，我哋開解佢，幫佢減輕佢精神嘅困擾。呢啲都係布施，叫無畏施，令到對方減少佢精神嘅苦惱。所以第一種叫做物質上幫助眾生，第二類咧喺精神上幫助眾生解決問題，叫無畏施。第3種咧更重要法施。咩法施咧？教你佛法，希望明白世間道理，幫你修行得到解脫。一個例子，大家經常用嘅就話：我俾條魚你，不如
教你釣魚，聽過啲故事啦，係嘛？我俾條魚你，有餐食，梗係問題。但我教你點釣魚咧，你永遠可以有條魚食嘅。所以話財師就好似俾條魚你，法師教你釣魚。所以法師教你哋佛法道理，教你點樣修行，教你點樣解決自己心中嘅苦惱，係呢個永遠長遠幫助你，係法師。我俾一點錢你，物質只係短暫嘅啫。所以我哋就話，一般嚟講咧，財師同無畏師咧，係能夠幫助你解決眼前嘅問題，唔係長遠嘅。只有法師咧，先能夠開解你哋，教你佛法。教你點修行，能夠慢慢淨化你嘅心靈，得到解決。呢個更長遠。我哋相信因果報應啦，所謂做善事咧，得到善報；惡業得惡報。所以當你布施嘅時候咧，自然累積嗰啲所謂福德福報嘅。金剛經就話：你個財師無畏師係得到好多好多福報，但相對於法師嚟講，所得福報冇法師相比。因為法師幫人係幫佢核心，幫佢解決問題，佢都得個福報係最大。你幫佢解決眼前嘅問題咧，有福報，但相對嚟講唔會咁大。所以將比較，法師比財師、無畏師嘅福報係更大。嗱，《金剛經》裏邊有好重要嘅思想就係無，即係無住、無相、無為，涵到無。咁我都嚟到解釋緊咩叫無相、無住、無為。咁當你掌握晒啲核心思想嘅時候咧，你經文比較容易明白咩無住咧？好似大家聽過啲非常出名嘅説話，六祖慧能，因為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呢個説話，無所住唔住係咩意思咧？個心永遠保持清淨自在，唔會住喺一點，唔會因為某一樣嘢就執着佢嘅。譬如話我哋發心幫動人。發心動念幫人，係唔會因為俾外邊境界干擾我，唔會因為外邊境界有啲講叫六塵啦，叫色聲香味觸法啦，係代表乜嘢咧？講佛教徒一定知噶啦。每個人咧係有六個感覺器官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體同意六個感覺器官。而每一個感覺器官咧，相對於外邊一個境界嘅眼睛睇到嘅一啲實質物質嘅嘢。耳朵聽到出邊嘅聲音，鼻聞到香臭，舌頭感覺個味道好唔好？身體接觸外邊境界柔軟啊、好硬啊咁嘅感覺嘅。法咧就係我哋嘅意志力咧，感覺到外邊嘅世界點樣嘅。所以換句嚟講，外邊嘅境界咧喺六個層面，相對於我六個感覺器官。所以我哋人有六個咁嘅器官，就有六種不同境界嘅體會。咁我哋就話，我哋做任何嘢咧，唔係因為外邊六個境界嘅體會嘅干擾先做呢件事。唔好因為見到人哋讚賞我就做呢件事，唔好因為罵鬧我咁做件事，或者做呢件事得到幾多益處，完全唔係咁。唔會因為外邊嘅任何嘅影響我做呢件事。佢發心做呢件事，因為覺得應該做就做，唔會俾外邊去干擾嘅。所謂應無所住。唔會住喺任何嘅環境底下生呢個幫人嘅心，呢個就係六祖慧能《金剛經》係重要意思嘅。既然咁嘅時候咧，呢個係一個無相，即係唔執着外邊呢個相狀啦。無相，即係唔執着外邊任何嘅相狀咧，超越呢啲相狀咧，到呢個實實在在個內心境界係。唔會俾任何嘅外邊因素干擾自己，不被外界干擾誘惑，唔被干擾，自由自在。即係話佛本身咧，個內心自由自在、清淨無為，好想幫人，但唔係因為任何環境令到佢幫人，佢自發性咁幫人。呢隻應無所住生其心，係佛性。裏面講無四相，經文成日講無四相、無法相，經常講嘅。咩叫無四相咧？嗱，每個人好自然咁好緊張自己，以自己為中心，好嘅想擁有，唔好嘅退縮，以自己成就，以自己為中心嘅。當有我嘅感覺嘅時候咧，自然有一種分別心，有我自然有你有他咁分別。佛教相信咧就話最好
唔好執着有我你嘅分別，要放下一切嘅上座我你他個想法。所以四相咧就唔執着於有我自己，有人咩個人咧就他人，即係我所認識嘅所有朋友，我同所有嘅朋友。咩叫眾生咧？眾喺呢個空間裏邊，所有嘅眾生，所有嘅人，譬如話香港好、北京好、美國好，全世界所有嘅人都同一空間裏邊嘅眾生嚟嘅。咩叫受者咧？即係話唔係淨係呢個時候啦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喺時間上咧，所有嘅眾生，換句話嚟講，四相咧就包括咗我啦、我嘅朋友啦，呢個空間所有嘅生命啦，不同時段嘅生命就包括一切啦。咁無四相咧，唔好執着呢啲嘢，唔好覺得有我有你，不同時間、不同空間嘅人，全部放下晒，一視同仁，大家一樣嘅，咁叫無四相。咩叫無法相咧？法就話一切世間嘅現象、外境都係法。呢出戲好好睇又係法，呢個蘋果好好食又係法，任何外邊嘅景象感受都係法。唔好執着呢啲嘢，一切都係虛假嘅。唔好執着呢樣好，嗰樣唔好，呢樣好食唔好食，呢樣好聽唔好聽，完全唔好執着。咁唔好執着外邊境界咧，就叫做唔執着。所以無四相、無法相咧，就係真如本性啦。佛嘅本性，你同我本性都係咁嘅。唔好執着任何外境，唔好執着任何我你他嘅分別，唔好執着一切嘅反應，就叫無四相、無法相。嗱，我哋講布施啦，幫人啦，幫人點樣幫人呢？一般嚟講，好多人咧都執着我布施者，我幫你，你係受惠者，我幫你幾多？每個人好自然咁咧，有一種咁嘅感覺，我幫緊你，幫幾多嘢，用不同方式表揚。呢個就所謂呢個。嗱，如果有上布施，我幫你嘅時候咧，好自然執咗呢啲咁嘅境界，我幫你幫幾多咁嘅境界，叫做有上布施。有上布施嘅布施就幫人咧，一定有好多福報嘅。做善事一定有福報，但係啲福報咧係有限量，可以量到出嚟係幾多嘅。所以執着呢三樣嘢，我你同埋多係有上布施，係有福報，但係福報係有限量。相對嚟講，如果無上布施，你唔執着我幫你幫幾多，呢個點頭幫人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唔好因為任何緣識我幫你，唔執着我幫你幫過幾多錢，完全唔執着嘅話咧，佢就無上布施，不執着，佢所得到嘅福報非常非常大。換句話嚟講，佢福報無限量咁多，因為無限量咧，佢擁有個功德嘅性。個性質往入去嗱，如果你得到個有上布施係得到好多福德，但係無上布施得到嘅福德性或者叫功德係特別高嘅。所以呢度比較話佛經、金剛經成日比較有上布施、無上布施嘅比較，無上布施比有上布施好好多。咁即係因為佢唔執着。咩叫三輪體？三輪嘅意思代表布施者、受施者、布施物，呢三樣嘢叫三輪。三輪都係唔執着嘅，係空嘅，咁就有無上布施。但係我你咩叫人天眾生咧？咁嗱，佛陀講經説法咧，主要就係幫助世間嘅人、天上嘅人嚟得到解脫。佛教上有六道輪迴，有地獄、有鬼、有畜生、有人、阿修羅天。但地獄同鬼太苦，根本冇機會修行。畜生太蠢，自己冇得修行；阿修羅太過執着，太過鬥爭，唔能夠修行。只有人同天嘅人咧，係有機會修行。所以佛講經説法咧，對象係幫助人天嘅眾生對象。但係人天眾生咧，我哋習慣上咧係執着上。問下自己，乜我自己起碼大家自己，你幫人下意識都有少少我幫你嘅感覺嘅，好難完全放低嘅。我哋係着相嘅，又覺得我幫咗幾多啊？着相嘅，所以我哋人咧好自然咁執着嗰個四相，執着個法相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唔能夠進入所謂無為法。所以人天眾生，佛就教我哋話：既然你哋咁嘅時候咧做唔到，唔緊要，
金剛經教我哋，你首先要發咁嘅願，生個心。我想做，發得個心先。雖然目前做唔到，但發個心有個願咧，你自一步步向住佢做嘅。一定發個願。發咩願咧？發成佛嘅願。勤修有為法咧。當你領悟到金剛最後嗰句説話嘅就係：當領悟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當你明白一切嘅而家所運作嘅方法都係假嘅，都係空嘅，都係不實在嘅，都係短暫嘅，你就開始可以放下，進入修成佛嗰個無為法啦，可以學般若智啦。所以我哋對《金剛經》係咁教我哋，一步步教我哋咩叫無相布施，特別係無相法布施。嗱，《金剛經》覺得《金剛》呢本經咧係非常非常非常好嘅經，裏面講係點教你掌握嘅智慧。要成佛一定有咁嘅智慧，所以《金剛經》就教導大家點樣提升智慧，最終成為佛。所以《金剛經》係非常殊勝經，《金剛經》裏面內容咧教我哋點樣成佛嘅。所以話如果幫人你接受幫人戒人講《金剛經》咧，呢個布施法嘅布施係最殊勝嘅，佢所得到嘅福報咧係無可限量，無可限量。無為嗱，我哋講有為法、無為法啦。咩叫無為咧？無為即是般若個境界，唔好即係唔好執着任何嘢就無為，唔好執着外相啊、四相就無為。呢樣嘢就般若啦。一般嚟講唔能夠用語言文字表達。咁我想認識無為法咧，一定有為法入手，睇下無為法，慢慢從個反面教材，即係不是、不非、無等等咧，還是體會翻無為法。嗱，《金剛經》最後嗰經文就話：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大家可能聽過啦，即係話一切世間嘅法咧，都係好似夢幻泡影咁唔實在嘅。有好似露水同電咁短暫，一就冇噶啦。咁明白一切世間嘅現象，你周邊嘅朋友，你學識，你嘅擁有嘅財富，一切都係咁嘅，都係短暫擁有嘅，唔會永遠嘅，亦都唔實在嘅。但係好多嘢佢已經冇咗噶啦，所以佢擁有係短暫，突然間出嚟就可以乜都冇晒。有啲人突然間中咗六合彩，從冇突然間有錢，所以世界嘢就係好唔穩定，唔知道。隨時會改變，隨時變動。咁我哋咁睇嘅時候咧，唔好執着眼前所擁有嘅嘢。你眼前所擁有嘅嘢咧，可能冇一陣就冇咗噶啦。眼前冇嘅嘢，可能轉一刻有嘅。所以對眼前一切嘅嘢咧，唔好咁緊張，放低佢咧，個心境就會清澈咗好多，冇咁多煩惱。因為個龍樹菩薩係印度一個菩薩，佢就話一切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始終係三個事，所以叫三事偈。佢就話世間一切嘅萬事萬物咧，都因緣和合產生嘅啫。呢件事唔會突然間出現嘅，一定有個因，然後慢慢適當條件底下佢會成熟。但係呢環境改變嘅時候咧，又會變化，甚至會消滅嘅。一切事件都係咁，所以一切事件都咁變化上，佢就空啦，就唔會實在，唔會獨立自主，唔會一定會改變。所以一切事物都係空嘅。呢個就係有呢樣嘢，呢個空。但係呢樣嘢，所以所謂呢件事係一個假名嚟嘅啫，暫時存在。但係你唔好放棄呢個假名，因為當你明白呢個假名所能夠引導嗰個最終目標咧，係有幫助。換句嚟講，我哋睇一件事，唔好執住有呢樣嘢，唔好執住冇呢樣嘢。同有冇之間揾咗個中間思想叫中道，所以話唔好執住有，唔好執住空，就係中道思想。呢個佛教核心想講到，好似我哋睇一個習性話，即係 two sides of a coin，一個硬幣有兩邊嘅。睇呢邊認識，睇呢邊又不停認識，兩個都唔啱，兩個加埋咧先至整個 coin，係咁上下。好啦，我淨係咁耐咧講咗佛金剛嘅核心嘅思想，核心思想。講乜咧？今日嘅核心思想就教導我哋唔好執着一切嘅相狀，
唔好執住一切法則，唔好執住啲嘢。又明白每個人都有佛性嘅，而佛性係以咩咧？係叫做內心係不動、清淨自在，唔會俾任何嘢外邊干擾到。雖然係咁，佢不變，但有慈悲，隨着不同環境，佢出翻嚟咧，幫眾生解決問題。幫眾生解決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心亦都不動過嘅，所以不變隨緣，不變隨。呢個就係成個核心思想。